中磅。呢個中磅同低磅呢就有多少區別啦？中磅、低磅嘅力係向外彈，中磅嘅力向上。手橋繃緊，手掌放鬆。因為嚟講呢，逢磅手嚟講呢，佢有一個順手立手嘅。如果呢啲手指繃到行晒嚟講呢，立手就唔方便啦。啊，一磅嘅時候就扣立嘅，經常會使用到呢啲。啊，手指就要放鬆。紮橋托掌，中磅之後，手腕一反，手橋又同時帶手橋一壓落，壓落就係喺用呢個手背手背呢個方向嗰個臂力，呢條臂嘅力，咁樣一拍落嚟再嚟側身托翻上去，彈綁紮托。托掌上托係向斜上方個斜角偏身托上去，坐4、6碼，下一聲